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我来这度一个假，伫日头上炎的季节，我来这度一个假。迄路看看，海看看，来佚佗的心嘛看看。风轻轻，云轻轻，行伫大路中央的脚步嘛轻轻。山松松，影松松，坐伫海边的身躯嘛松松。天清清，水清清，远离都市的头壳嘛清清。啊，伫日头上炎的季节，我来伫垦丁。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9集。分享的是高雄的千分小姐所带来我来这度一个假。继续，咱来邀请千分小姐为大家介绍这首诗的含义，也有台语文的用字。会写这首我来这度一个假，是因为伫10几年前，我甲我的老师足介意去恒春半岛佚佗，因为阮差不多每个月会去1岛到2岛，因为我拢足介意恒春半岛伊大自然的景色啊。迄若天的白云的白，搁大海的青色拢有够水的。所以每一岛阮若要去耍拢会特别弯入去海边有一条叫做协力车道。迄条路开起来有够舒服的，因为无啥车，搁无啥人，所以开起心情会介好，所以有一道阮就含老师，我入去协力车道遐开，一路开一路开开大经过上尾迄鸟皮头遐，我过鸟皮头了忽然间大一个落架啦，足架的落架，因为路落架的关系迄片头前大出现一大片的大海，足开阔的，所以你看起来都足惊喜的啦，阮两个就伫哪会遮水？连带咱的心有若开阔开啦。所以迄时我的头壳内就出现两句讲路看看，海看看，来佚佗的心嘛看看。老师就讲，这是诗会使甲完成。所以这首诗是因为安尼的原因来甲完成的。这首诗的第一句。伫日头上炎的季节，我来这度一个假。上炎的炎免怎写？我是用颜色鲜艳的艳，艳丽的艳。我无用炎热2字火迄个炎热的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阮若逐含老师讲，阮做爱去恒春半岛佚佗人拢讲要热死，有啥物好佚佗的？可是因毋知影，因为日头大，就是日头大会足热嘛。嘛因为日头大迄种蓝色就是蓝啦，白色就是白啦，青色就是青，足水的啦。迄色特别鲜艳，所以我会用这个颜色艳丽的艳，是要讲伊色足鲜艳、足水的。那过来佚佗免怎写？伫这首诗我的佚佗，我是用驰骋马字边一个叶，骋是聘金的聘改成马字旁，这2字驰骋。我现在用这2字，是因为讲，阮开伫协力车道的时阵拢无别台车你在开迄种感觉就想要在驰骋、在奔驰迄种感觉，所以伫遮佚佗，我就调工用驰骋这2字。因为老师有讲佚佗其实会使有足侪种写法，譬如佫有一种佚佗，就是讲咱行为的行迄个行为的行，咱甲拆做2字，倒字边写顶悬，正字边写下骹。这2字的国语念做
赤处，啊，台语的讲的音念做铁突，啊，伊有啥物意思呢？伊就是慢慢啊行的意思。这是古册内底有的哦，古册有足侪人拢有写着这两字。啊，这两字就是慢慢啊行，啊，咱慢慢啊行，慢慢啊看，嘛是佚佗啊。所以你若去一个所在，啊，你慢慢啊行，会使用这两字叫做赤处，国语念起来叫赤处。那佫有一种佚佗，就是文人读册人嘛有一种佚佗。啊，文人的佚佗要用对两字，风流倜傥的倜傥，这两字。这两字嘛是，就是属文人的佚佗。那还有一种佚佗，就是浪费时间的佚佗。啊，迄边要写，就是蹉跎时光的蹉跎，饮马金。这个蹉跎，所以有4种佚佗。啊，来看你是什么所在用，就是用什么佚佗，根据上下文的无共去变动安尼。咱今仔日分享的这首诗，我来这度一个假。故事的背景就是咱南台湾国境之南人气上旺的风景区垦丁。继续，咱来邀请文史专家贾英雄、谢荣祥老师，带咱来熟悉垦丁这个美丽的所在。垦丁公园呢，是咱南台湾真有名一个观光地点。真侪人拢会爱去遐佚佗、耍水。那么垦丁这个地名来源呢，会使对这个清朝时代呢有人伫遐开垦呢，请南丁伫遐开垦，所以改称作垦丁。那垦丁公园伊的面积呢，大概有32.631公顷。这个当中海域是14.98公顷，陆地呢17.73公頃。啊，伫垦丁公园呢，咱会看到大小的尖山，上南边呢，就是这个沙马基头，就是乌南皮，伊有一个灯塔，迄是台湾第一座的有武装的灯塔。那么伫雍正6年呢，顺带历史夏之风呢，伊嘛会讲到这个部分，伊讲仙山缥缈引车分，石上奇平古一门。沙尾枝条人罕道，南柯骄子语言魂。沙尾枝条就是即摆乌南皮乌南边。乌南边呢，伊这是一个半岛，伊甲鸟皮头这个半岛呢，当中这个海湾，就是过去日本时代的大半岛，就是咧掠海洋的所在。即摆叫做南湾咱所知的南湾。伊边仔有一个核三的发电厂核三的发电厂。那么，伫垦丁公园成立了后呢，伊将这个海岸啦，拢划做这个保护区，所以你会使伫遐畅水，会使伫遐冲浪，会使伫遐玩水，但是你袂使掠海中的一些自然生物，因为遐生态真丰富，尤其是这酸湖每年咧生卵的时阵，迄场面真壮观又搁有这豆丁海嘛，所以伫遐海底呢的世界，甲陆上的世界，拢有伊真趣味的所在。尤其是这高位珊瑚礁食水源，一般来讲恒春就会严，因为伊是一个隆起的地形，所以造成设定公园你会看讲奇怪，为什么路过就要走去山顶？伊就是因为地层一直浮起来所以海底遐酸湖呢，然后变做走去山顶。伫日头上炎的季节，我来这度一个假。海路看看，海看看，来佚佗的心嘛看看。风轻轻，云轻轻，行伫大路中央的脚步嘛轻轻。沙松松，影松松。坐伫海边的身躯嘛松松，天清清，水清清，远离都市的头壳嘛清清。伫日头上炎的季节，我来伫垦丁。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意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千分小姐写诗，郑英雄老师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曹门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